你覺得投資股票嘅金額去到幾多先叫做適合自己呢？呢個問題其實冇一個標準答案，因為每個人嘅背景、財富同埋風險承受能力都係唔一樣嘅。好似我識得有個朋友，佢去銀行做定期都要分幾間去做先覺得安全。其實呢個心態絕對冇問題，只不過佢就唔適合再高少少風險嘅產品，就例如股票。如果你係有投資開股票，咁點樣知道自己投注嘅金額適唔適合自己？其實就可以問自己幾個問題嚟觀察自己嘅心理情況。你會唔會無時無刻都會想留意個股價？就係食飯、去廁所、臨瞓覺前都要用手機 check 一 check 個股價。第二，當你投資嘅股票一日升跌10%，你會唔會覺得唔開心，或者就太興奮？甚至連夜晚嘅睡眠質素都受到影響。第三，當你嘅股票出現緊虧損，你會唔會冇計劃咁樣衝入去溝貨，希望盡快追翻條數？如果出現以上嘅情況，有可能你嘅投注金額已經超過咗你心理負荷嘅能力，係時候需要減少少嘅注碼。其實可以想像自己去咗賭場咁，我相信大部分人輸100蚊都冇所謂，但係當個金額一路向上升500蚊、5000蚊甚至5萬蚊，我諗每個人嘅睇法都會好唔同。我哋要做嘅嘢就係揾到一個仲可以俾自己冷靜思考嘅金額上限，因為喺股票市場，如果有壓力、有恐懼，人會比較容易失去理智，做出錯誤嘅決定。呢個道理可能大家都聽過，但當真金白銀擺咗入個市場嗰度，就好容易忘記。就連我自己都要不斷咁提醒，唔可以有僥倖嘅心理，唔可以俾情緒控制。當然，擁有一個良好嘅心態就唔代表一定贏錢，但係擁有良好嘅心態就係一個基本，要再配合埋選股嘅策略，揀啱投資嘅方向，先可以喺股票市場做到長期獲利。咁點樣揀啱投資產品就係另外一個大課題，有機會我會再同大家分享。今日就講到呢一度，希望大家記得投資最大嘅敵人通常都唔係市場，而係自己嘅貪心同埋恐懼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